不是说还有一场戏吗？怎么说走就走，真拿我当死人看啊？我宽恕了你，因为我也需要宽恕。转过去啊！把火灭了，灭了！祝贺你们啊！祝贺你们啊！非常好啊！文呀，非常好，真不错。刚才我跟你们的系主任和表演老师商量了一下，咱们这个戏就决定由你来演主演。哇，真的！谢谢金老师。还有啊，金兵，关海，你们两个塑造的海盗也非常成功。还是要注意一点啊，再走内，再用心一点，交流再实一点，好吧？好，海盗也就这么定了。好，谢谢丁导。好，非常好啊！恭喜你！你那个演的太好了。哎呦，行了啊，好，我挂了啊！哎，放下！财神爷给的。你怎么什么钱都捡？幸运钢镚儿呀，字儿，你跟我回家，咱们衣锦还乡，丰衣足食，关上门窗，演绎我们的小城故事。花儿，咱就赌一把，直奔北上广，揭竿而起，我拿青春赌明天，咱们潇洒走一回。行，字儿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跟你走。花儿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拿钢镚儿决定命运，太儿戏了。那么没有出息。上车。哎，妮子，冰冰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我送你们。好啊。我们一会儿还要去买东西。哎，就一块儿走吧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对，要不送你们了啊。走了啊。走吧。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行了，不是说逛街吗？走啊。没事儿，没王子，我还是公主。
比较合适我们，是不是？张总，哎，经理，看，这是张总的女朋友吧？哎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！误会了，好朋友蒙妮。啊，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你们二位看看吧，这些都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家政服务员了，他们各有所长。哎，只要张总和孟小姐提出你们的要求，我们就会根据你们的要求呢，给你们推荐一些合适的人选。其实呢，我们也没什么要求，就做饭好吃一点就行。哎，有的，有的。王导，哎，我们服装少一套。啊？不会吧？我都叮嘱过多少遍了，每天拍完戏服装立刻归还，1分钟都不许脱。我们数了很多遍了，的确是少了一身。少了身什么样的？国军的军官服。军官服？今天我们不是临时甩了一场戏吗？我们都是挤车回来的，会不会是谁把衣服丢那儿了啊？应该不会吧？王导，哎，王导，我们这少了一个引爆器呀，群演那边谁没还呢？啊？你俩等一下啊，我打电话问。怎么搞的？这些个人素质太差。少套衣服怎么办嘛？喂，刘瑞明在吗？不在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着？你俩也甭寻思了，就是那个刘一鸣。哎呦，刘一鸣，你跑哪儿去了你？哎呦啊！哎呦喂，你这王导，这坏了，这算谁的呀？啊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东西我还。这不是你的衣服是吧？你高，你实在是高啊！赶紧把它给我脱下来。您等一下成吗？我都为国捐躯了，难道您让我裸奔不成吗？行行行，我今晚上别想睡觉了。你看看这身衣服，麻烦您回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再把服装给我换回来，好吧？谢谢了。别太晚了。刘一鸣啊，我说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哪儿都没去，我一直躺在地上。那收工了，大家都走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我睡着了，不是说还有一场戏吗？怎么说走就走，真拿我当死人看啊！对不起啊！当时临时收工，现场乱哄哄的，我把你给忘了。得，这也算我工作失误啊！我说呢，下午发阵亡红包的时候怎么多了一个？来，塞着啊！对不住啊！还没吃呢吧？来，这面你拿回去吃，热乎乎的啊！赶紧洗个热水澡，把衣服给他还了。明儿早上5点呀，又该开工了啊！明儿爱谁开工谁开工。哥们儿，我杀青了。整一趟。哎，不是，不都说了别等我了吗？哎呀，就只可能说嘛，一定要等你一块来吃。来，吃凉了，真好。哎好。喂，一鸣哥，你一天都去哪儿了也不接电话？我们剧组今天在山里拍，没信号。今儿下了一个倾盆大雨，把剧组全给撂现场。我们先吃吧，他这电话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了。吃啊，别理他。放心吧，没交着。剧组不有车吗？哎，这回我们组里条件特别好，我自己呢住一个单间，然后还有一辆自己的车，车接车送的，特别好。哎，志恒也在啊？我现在正准备吃饭呢。下午张志恒带我去家政公司找个阿姨。我不是要去北京找你吗？那肯定得有个人照顾我爸呀。这小子，帮我谢谢他。啊，张志恒，一鸣哥让我谢谢你，说你小子想得真细心。你告诉那小子啊，别跟我假惺惺的。他说别让你跟他假惺惺。这时光如水啊，岁月如梭，一转眼，你看，妮妮啊，还大就要毕业了。4年前我记得她哭着喊着说非国戏不念啊，这想想好像是昨天的事啊，真快时间。我妈妈也经常这么说。唉，其实做父母的，到最后啊，都会屈服儿女们的那种愿望啊、感情的，也挺好。
只要妮妮她幸福快乐就行了。再过1个月她就要去北京了，还只有你舍不得呢。孟叔，现在呢，很多人都想去北京发展，北京呢也确实是一个可以成就梦想的地方。是啊，大城市嘛，机会多。明哥，你现在可得听好了啊！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我今天的独白受到了我们导演丁岩老师严重的表扬。要不我给你朗诵2句？好。听着啊，既然，哎，你等会儿啊，这样听得见吗？那我这样朗诵了啊。这似乎是一条命运的定律，相爱的人都要受到折磨，那就让我们学会忍耐吧。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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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台词的处理啊，相当的凑合。啊？生气了？我逗你呢。不过我跟你说呀，一定要戒骄戒躁，谦虚使人进步，嘚瑟使人落后。行了，你们吃饭吧。那你吃饭了吗？我吃了，吃的盒饭。又是盒饭呀？盒饭有什么好吃的？是。这一次我们组啊对我特别照顾，给我提前杀青了。明天就要离组了，我还以为你还得拍几天呢。燕儿，我跟我志恒兄说2句。你要找他呀？你等等啊。好。刘一鸣啊，你小子可真够朋友啊，一点都不重色轻友。臭小子！最近拍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这回这个角色挺喜欢的，而且挺出彩，戏也挺多。对了，孟叔和妮儿，谢谢你帮我照顾。等哥们儿回去了，好好感谢你。行了，你们吃吧，我就不跟妮儿说了，帮我给孟叔带个好。好，好，那你自己多注意身体。谢了，兄弟。挂了。好嘞，拜拜。我还没说完，你怎么就挂了呢？开心啊，开心。那他跟我说什么没有？他没有，什么都没说。哎，你看你，快吃饭吧。